看网咖抢劫案这个案情的发展，进前这个姓区的嫌犯伫这个网咖连续开枪了，造成一死四伤。这个过程中，嫌犯捌劫持青山宫姓区的副主委死的亲戚朋友做人质。这个期间，嫌犯伫饮料店内面，甲这个人质跪落去会室里，并且表示讲，伊嘛是被逼走投无路。伫电话中，甲因查某囝讲爱好花友好，后来就放出人质，准咧开枪自尽。 青山宫科副主委的接班阿姊举白旗偷偷行出来，网咖抢劫案造成1人死亡，4人受伤。姓区的嫌犯意图掠4位科副主委的亲情当作人质。 2点钟的警匪做对头，这段时间社区的嫌犯捌甲人质下跪会室里，讲家己已经互逼甲走投无路。上尾一通来自查某囝的电话嘛很光，社区的嫌犯讲爱查某囝好花友好，表示家己已经做好要自杀的准备，毋是无爱家庭，嘛毋是要放杀家庭。上尾嫌犯甲4位人质放出来，上尾自杀。嫌犯使用的枪支嘛真有背景。这支德国制的这个 Wasser P99采用 所谓的无击锤击发的系统所以它放在你的口袋或衣服或袋子里面，比较不会被人家发现啦，而且取出的时候比较不会卡住啦。这几年我们有发现说，包括连道上的兄弟也都趋之若鹜发射 P99 这是秋千，和以色列做的沙漠之鹰，佮有奥地利做的克拉克，封号做世界3大名称。目前是各国军警调务人员的制式配称，枪器真细支，佮会当到消音器，是用无击退的设计，放伫地下，较袂互发现，而且真方便提出来。姓区的嫌犯到底是安怎会有这支枪？来源要需要调查清楚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